袁小迪哈，对大家来讲就熟悉哈，但是伊的声哈，有人咧讲吼，可以很澎湃，也可以很柔情。我现在是有当下人咧讲这款话时，我是听不上来对哈。我想，我就现在柔情个一种哦，真有气魄。你讲啊，有人讲你看啊，吼，中暑讲哦，气魄唱啊偌好对无吼？连声啊连声，吼，连声这是属于较内敛的歌吼，啊，男人情女人心，吼，一种诶对无？啊，过来靠山。哈，对吧？哈，你在讲这些，我突然间就会有点，因为有些歌还带一点温暖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是列口霜，有一个温情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在讲还蛮有道理的。你一路安尼行过哈，你是最大胆的，什么歌型拢有。我即摆无讲着什么是画帕拉剑啊、手罗剑啊，迄个食酒的迄个什么歌，迄条送就好，迄嘛是另外一种歌，摇头歌。个早以前嘛有金歌，你唱快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很跳痛啊，就是讲人咧市场内底讲台语歌那出这款的啊，伊讲无要紧，我就试看卖。而且你很喜欢跟那个新人合作哈，互人机会哈。对啊，你这个怪咖呢啊！我这届内底眼镜啦吼，拢这拢第一次合作的。首歌我真正爱好啊，介绍人家好朋友听一个，因为我第一车的6年前6年多之前迄个林星内底有一首歌是乌卡桑，做迄个时间，我不敢去碰触到这个跟有关于母亲的歌曲，因为第一年是都我妈妈都迄个得到癌症过世了，所以大概若唱妈妈的歌，我就真艰苦，因为家己。因为我阵一段时间家己做晃动，我妈妈是来其实为我做烦恼啊那样，所以自己就蛮遗憾的，所以唔敢去碰触这一类型。然后这次这个新的专辑哈，拍表这专辑内底有首歌叫阿母，我收了这首歌的时候，我感觉这首歌写了，好像在写我自己的家己的心声，所以我可能是时间若过遐侪年啊，较大汉，人较侪岁啊，比较能释怀，所以我就。才勇敢敢唱这个歌曲安尼，而且有首歌说阿母这首歌啊，不管是伊的歌词，甲伊的旋律，旋律就真新。歌词是很传统的一般的歌词啦吼，但是伊的 melody 吼，这个作词这个吼，全灯这首歌写得真新。然后我唱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是有感而发，我曾经我咧录音室，在录音室足足哭了好久，然后才能再录下去，再录下去，哎呦！然后到今摆时就较我就释怀。迄讲迄个录电视的时，一要甲调好，我就真的是忍起来，就不会再想以前啦。那现在准备施工的阿母都受不了哈。因为阿母对于这个小弟来讲哈，是卖讲百般的这个容忍啊，是因为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为他讲疼，我嘛有现在心里那变已经。宠幸，所以他一直挂念着，对不对？我记得那时阵哦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吃母奶吃到6、7岁、7、8岁。阿哥的小母奶，阿哥，等下偷输一个老零宝，真的，我阿母阿爸拢定来甲我笑啦。你那时阵还大汉那个输一个老零宝，所以我妈妈足疼我。我们家有4个小孩，我同细汉。所以其实我要的东西，伊唔捌讲弄完啦。我还记得我迄个国中毕业时阵，迄阵啊，我的家庭其实我们是养鸭人家的，饲鸡啊，迄个趁也无偌济钱啊。我迄阵啊，国中毕业我就去高中去高雄读高中，个爱做工，你是做工，暗时夜间部，然后我第1年就在夜总会驻唱，所以爱走来走去安尼啊。说那唔捌代志，18岁时阵，考着驾照，甲阮老母讨一台威斯巴。说那58包我一台爱5万几块，哎呦，5万多块会当买一栋厝了。伫阮庄脚迄阵啊，哇，民国60几年的时候，我18岁，敢若68、9年时阵，你说那安尼，你看迄个想感情嘛？你是硬买啊，对吧？无我讲买阿姨就，迄个时我想我妈应该是去人借钱啦，别回啊，买一台58、5万几块安尼，我起来，安尼吼，我就想。迄阵那实在是毋捌代志，不需要去花费那么是那伊唱，你看伊偌听啊。那后来因为是我尾一段时间就是无唱歌，我讲一段时间无唱歌，
啊，伫个南部经营生意了足侪钱，甚至把伊个土地阮借去贷款安尼啊，所以伊就真烦恼。伊想啊，嗨，这个囡仔毋知是买啊是安怎吼？是有机会无？还是变歹？其实我是拢做生意去了，哎，阵啊，其实嘛，家己爱算啦。这段时间头脑进水进得很厉害，都是家己做懵懂啊，晃动。我感觉是晃动，较毋捌代志。然后到尾期，规个生意拢失败啊，尾啊，才搁倒来唱歌。这个另外阮豪记南宁景、卢林新，所以我感觉龙千玉啦，还有我们豪记的吴东楼吴老板，都是我的贵人。这个倒来唱歌，你看人拍一年，迄阵休几十年拢无唱歌，拍一年才搁倒来唱歌，慢慢的才累积自己的经验能量，才甲迄个慢慢一寡贷款的厝的贷款。才行掉安尼啊，但是已经即摆咱考过是，已经无伫咧，所以就是感觉一点仔遗憾。当然啦，但是你做遮吼，甲你后壁即个拍拼的部分吼，拢是伊的愿望啦，伊就是希望讲即个咱讲上细汉的吼，万老林，都是伊袂放心的。我相信伊即马吼，咧天顶吼有看到即个阮小弟伫咧照顾别人，共款伫咧即个土地吼，对即个第一个贡献吼，我感觉这就是伊的价值啦吼。上无吼，咱知影讲吼，这阿母的心就是安尼吼，是，永远拢袂变啦，对吧吼？像你歌内底唱的共款吼。系啊，因为阿母，咱即马真正但因为伊后边阿母啊，想要回去你的身边，做你的乖囝。阿母啊，我的心永远拢伫你遮。很感人的一首歌，光是清唱也这么好听，你知道？这首歌点给咱就会啊。好，咱就要来听这个袁小迪的新歌。是谢谢袁小迪，谢谢斌哥，分享大家，谢谢。来听歌。请你原谅囝你的不好，阮当初少年的时遐尼袂晓想。行入黑暗江湖路，造成今日的不幸。不知阿母你敢会原谅我？看到阿母为我目屎流，我的心肝强要哭，偷偷看阮。阿母年老的背影，用心计较，为阮受尽折磨。阿母啊，想要回去你的身边，做你的乖囝。请你原谅囝你的不孝，阮当初少年的时遐尼袂晓想，行入黑暗江湖路，造成今日的不幸。不知阿母你敢会原谅我？看到阿母。我目屎流，我的心肝强要哭，偷偷看阮阿母
的背影，用心计较，为阮受尽折磨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想要回去你的身边，做你的乖囝。